想唔想戴隱形箍牙達到心目中嘅效果呢？唔係戴得上去就得㗎，有幾個重要元素你要知道嘅。第一就係戴嘅時間要夠長啦。隱形箍牙同傳統箍牙最唔同咩呢？傳統箍牙24小時你都除唔得甩，所以咧係24小時係幫你箍緊牙嘅。但隱形牙箍唔係，只有你戴緊嘅時候先箍緊牙嘅啫。如果你戴嘅時間過短，彈翻轉頭嘅機會係非常之高嘅。所以嚟講咧，每一日最少要戴12至16個鐘頭，先至會有比較理想嘅效果嘅。第二就係保持乾淨啦。有啲病人咧，佢有陣時就唔係幾乾淨啦，個箍咧就好，或者係嗰個牙齒都好啦，菌膜太多啦，引起牙周病、發炎流血。一戴親流血，你仲敢唔敢戴咧？唔敢戴，唔敢戴點樣啊？進度咪慢咯。第三就係咧，一定要留意下戴嘅時間啊。譬如話你一個舊嘅箍唔再戴啦，戴個新嘅箍嘅時間，睇下牙同埋嗰個箍之間咧有冇一啲好多嘅空氣位，戴得唔夠貼。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，最好揾翻你嘅醫生問一問佢點樣跟翻啊。